歡迎大家嚟到 Office Pro， 唔好忘記訂閱我哋嘅頻道，咁樣就可以第一時間收到我哋嘅更新。Canva 新手必學功能一專案工作區，放大同縮小，位於底部右下角，可輕鬆放大或縮小，方便睇到設計細節，亦可完整檢視整個設計。網格檢視，於底部右面嘅4個方塊圖示，可以一次過睇多個頁面，亦可新增頁面。側面欄，Canva 工具欄可新增元素、文字、背景和上傳圖片等。套用範本，Canva 中有不同嘅範本可用，輸入相信嘅字眼，中文同英文都得，通常英文嘅範本會多啲。有皇冠標示要 Canva Pro 先可免費使用。選擇一個你喜歡嘅直接套用，後更改當中嘅內容同顏色。3下載與分享，Canva 嘅設計會自動儲存到雲端。如果完成後想發布或下載到電腦，可按右上角的分享圖示，可直接產生連結，分享俾朋友，亦可選擇下載，然後選擇檔案類型、頁面和儲存位置。希望今日嘅介紹幫到大家，記得 Like and share.